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Finny 姨姨呢個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勾呢款高貴大方嘅貝雷帽。呢啲呢就係4股嘅牛奶棉，同埋3.5mm 嘅勾針。首先起8個鎖針，將勾針翹一個圈，然之後再翹線，將條線穿過呢個圈仔，咁就為之一個鎖針啦。扯緊呢一針就唔計數嘅。跟住就勾8個鎖針，8個鎖針勾好之後呢，就反轉勾里山嗰個位置。里山即係邊仔後面凸起嗰個位置。第一針唔勾，第二針開始每一針勾1個短針，總共勾6個短針。6個短針勾完之後呢，就喺第7個鎖針嗰度呢，勾6個短針，先穿入里山個位置，勾1個短針先，用記號扣扣住第一針，勾完第一針之後呢，就將個線頭撥去後面，反翻轉勾邊仔個位置。咁樣勾法呢，帽頂就會靚啲，唔會出現一個大窿喺度。勾完6個短針之後呢，針穿落最初嘅第一針，勾一個引拔針，將頭尾針相連，翹線拉過2條線，咁為之一個引拔針，拉緊再勾一個鎖針，鎖緊呢一圈，跟住喺同一針勾2短針，之後嗰5針呢都係每一針加1針，總共呢一圈呢就勾12針嘅。12針勾完之後呢，我哋就以螺旋編織法嚟勾織，勾針直接勾落第一針嗰處。繼續咁勾第3圈，就再唔需要引拔針同埋鎖針噶啦。所以用記號扣扣住第一針嚟方便數針。第3圈呢，就勾1針短針，第2針就加針嘅方法勾6次。勾完第3圈就開始勾第4圈啦。第4圈呢，就係每勾2針短針就加1針。勾咗第一針之後呢，就用記號扣扣起佢。呢個係螺旋編織法啊，好難呢睇得到邊一針係第一針噶喎，所以一定要扣起第一針。喺呢度嘅勾織規律呢，凡係勾雙數針數嘅呢，之後加針就會將佢分拆嘅，即係咁樣。本身係2針加1針嘅，分拆咗之後呢，就係1針加1針，再勾多1針。而呢度4針加1針呢，我哋分拆咗佢變成2針加1針，再勾2針。而單數嘅呢，就唔使分拆嘅。好啦，我哋再繼續勾埋第4圈。勾咗第一針之後呢，第2針我哋就勾2短針。以呢個規律勾完第4圈。勾完第4圈之後呢，我哋就喺第3圈嘅第一針用無線做一個記號，以方便呢，萬一唔記得用記號扣夠第一針嘅話，都有個足跡數翻啲針數嘅。跟住勾第5圈至到第12圈呢，都係以每一圈加6針呢個規律嚟勾嘅。好啦，都勾到第12圈啦。從第3圈開始數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啦，而家開始勾第13圈。第13圈呢，我哋就勾花樣，以交叉短針嘅方式嚟勾。第一針唔勾，勾第2針，勾1針短針。用記號扣扣起，跟住翻轉頭勾翻留空個針，總共都係勾咗2針短針。咁跟住勾一個鎖針，然之後留空2針，第3針勾一個短針，再翻轉頭勾一個短針添，再勾1鎖針。好啦，勾到呢度就第11針。第13圈呢，就每11針加1針，而加針嘅位置呢，應該係鎖針嚟嘅。咁我哋就褪前1針加針，喺交叉短針嗰個位置呢，加1針，跟住再勾翻一個鎖針，喺加針嘅位置呢，放一個記號扣，方便數針數嘅。咁呢組花樣加針就完成啦。咁我哋就繼續勾多5組。勾到呢針呢，又係加針位置，
加咗針之後呢，我哋再勾多一個鎖針，咁第13圈就完成啦。跟住就開始勾第14圈，每一針勾一短針，遇到鎖針嘅位置呢，就喺個窿嗰度呢勾一短針。重複呢個方法呢，完成第14圈。跟住第15圈到第18圈呢，都係每一圈加6針嘅方式嚟完成嘅。呢度就已經勾完第18圈啦。跟住第19圈呢，亦係重複返第13圈交叉短針嘅花樣嚟勾織嘅，好似呢個咁樣。第19圈呢，就係應該係17針就加1針嘅。為咗方便加針呢，我哋用記號扣記得要加針嘅位置。第一針唔勾，勾第2針，跟住褪後勾返第1針，用記號扣扣返第1針，跟住再勾一個鎖針，跟住留空2格，重複交叉短針。勾法呢就同第13圈一樣。勾完第17針之後呢，第18針係鎖針嚟嘅，咁我哋可以選擇係勾2個鎖針作為一個加針，同第13圈喺交叉短針嗰度加針係有啲唔同嘅。跟住再以呢個方式勾多5組，最後2針應該係鎖針嚟嘅，咁就完成咗第19圈啦。第20圈至到第26圈呢，都係每一圈加6針。勾完26圈之後呢，到27圈、28圈呢，我哋都不加不減，勾156針。勾完28圈之後呢，我哋就要開始減針啦。為方便減針呢，我哋就用記號扣住要減針嘅位置。呢2針我哋減針減成為1針。咁我哋呢，首先勾咗第1針嘅外半針，然之後再勾第2針嘅內半針，咁翹線帶過2條線，跟住再翹線帶過2條線，咁就減咗1針啦。繼續以呢個方法減針，完成第29圈。勾完29圈之後呢，第30至到39圈呢，都係每一圈減6針。勾完39圈之後呢，我哋就量一量，睇下適唔適合自己嘅頭圍啦。呢度大概有52 cm， 咁就差唔多啦。跟住我哋就再勾埋帽邊啦。呢一圈呢，就以外半針嘅長針嚟勾，先將最後個針用記號扣住。跟住就翹線，挑第1針嘅外半針，翹線帶過外半針嗰條線，勾針上面有3條線，翹線帶過其中嗰2條線，翹線帶過埋最後嗰2條線，呢1針就為之長針啦。再睇一次，挑外半針，即係向住自己方向嗰半針，不加不減，每一針勾一個長針。反去帽入面呢，見到1條線咁樣為之啱啦。呢針係40圈裡面最後1針，先翹線，因為我哋用螺旋編織法，所以呢最後1針呢就高過第1針嘅，所以呢我哋就從第1針同一水平，從下向上挑起1針，跟住再挑埋最後1針嘅外半針，咁2條線又掛咗喺勾針上面啦。咁而家總共有4條線掛咗喺勾針處，翹線將佢帶過頭嗰2條線，而家有3條線掛喺勾針上面，再翹線帶過2條線，再翹線帶過最後嗰2條線，咁就完成咗啦。跟住就縫合線頭，我哋將線穿入第2針嘅邊仔處，拉到同其他邊仔一樣嘅長度。再插入最後1針邊仔裡面，咁樣收針就收得好靚噶啦。再將線頭重複穿插喺帽入面，咁就大功告成噶啦。
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個視頻見啦，拜拜。